堪布，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那就先说，我之前问您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也讲那个上师瑜伽，就是说，我们只修上师瑜伽就可以证得果位吧？那它这个究竟的这个成就是什么成就？想让您再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好，这个究竟的成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成佛。但是呢，其实究竟的成就呢，也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实经和处实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处实经是殊胜成就，也是一个究竟成就。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人物啊，在宪章里面讲的这个登第啊，那个是一个究竟的成就啊，因为它是殊胜成就，它是处世间的成就。但是在这里呢，金刚乘里面说，你就是尤其是这个上师瑜伽，你修好了，那你就是透过上师瑜伽，可以证得即生成佛。所以这个即生成佛，那当然是究竟涅槃一样的这个究竟成佛的意思。所以怎么真的究竟成佛呢？因为你透过上师瑜伽的实修，完全你的心和上师的意成为一个无如别的境界，你得到上师的这个一个究竟的加持，透过这个加持让你证悟，让你就是成佛了。所以就是因为本来密法是透过加持获得成就的，所以这个就是用我们直接回答的话，反正就是这里的究竟就是其实成佛。所以呢，你是有可能透过上师瑜伽获得究竟成佛，是这样的。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是透过上师瑜伽的修持，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上师有修到的这个它的品质啊，那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有这么的一个至高的一个最究竟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有多大的这个福报，多大的信心，多大的这个根器，那我们能获得多大的价值。就像一个容器，小的容器里面能容纳少一点的水，大的容器里面可以容纳多一点的水，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看不，我还想继续问，你知道就是这个证悟，它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顿悟吗？ OK， 顿悟、见悟的分别是只是证悟的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快餐、慢餐，反正都是这个餐的这个形式不同嘛。快跑、慢跑都是这个跑的一个方法，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一样的。见悟的悟也是悟，顿悟的悟也是悟，就是这样。透过思维的理解不叫悟，悟是自然显现的那种概念，悟和一般的这个思维的理解是这个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嘛。比如说你在外面门外，你听到一个声音，你知道那个里面有可能那个房子里面有人，那是一种理论上的一个了解。但是你打开门看到里面的那个人的样子，那就是悟，瞬间就这个完全明白了，就是那种叫做悟。所以悟和理论不是理论，悟是实际上的一个决心。那看不就是您也讲究竟的一个佛啊，还是什么？但是它就有什么觉则灭和非觉则灭和虚空。那是那个上师瑜伽所修的这个成就，它是
属于抉择灭还是非抉择灭还是虚空？这个因为抉择灭、非抉择灭是本来是在阿毗达摩啊宪法上面的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它呢其实也是这个抉择灭是一个涅槃的概念。那这个涅槃的概念的话呢，就是这个究竟成就，但是你不要刻意这个两面相要放在一起，因为觉真灭本来就是在阿罗汉也有觉真灭，所以这个上师瑜伽即生成佛的佛这个境界比阿罗汉的觉真灭还更高的。那开悟我还是有疑惑，就是说，那就是比阿罗汉的这个境界高的话，那他只是一个法身的成就，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他的报身成就并没有成就，那就不叫究竟的成就嘛？因为这个开悟呢，一开始的这个开悟是，比如说相当于这个初地菩萨一样的那个证悟，就是一个开悟。但是我现在刚刚你自己要记住，你的问题是这个能达到的标准来讲的，而并不是说这上师瑜伽的开悟都是属于佛，不是这样的。上师瑜伽的开悟，你透过上师瑜伽可以达到究竟成就，但是并不是说是这个开悟不是有，并不代表没有开悟的过程或这个基础的开悟等等，因为先悟嘛，然后要报人嘛，然后禅宗也，那就是这样的。这个张春也有这个实修和实际的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的过程。所以你说没有报身成就，那个怎么可能没有报身成就的一个成佛啊？所以究竟成佛的时候，它是三身一体的。假设你透过这个上师瑜伽真的已经得到究竟涅槃，等于是你已经修到了报身法。所以呢，这个要不要渐修，不是绝对的要求，看个别的根器大小。但是我现在在这个总结一下，其实这样的，我们上师瑜伽能证悟和上师瑜伽能达到究竟成就是两个概念，明白吗？所以能证悟的话，那就是有可能是连我们的话呢有功德，但是没有办法证悟；有些证悟，但不一定成佛；有些就可以成佛了。以他的客观的他的功德来讲的话呢，那就是可以获得。这是可以获得究竟成就的意思，但是不代表每个修上师瑜伽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真正的这个达到了这个的话，等于是你具足了这个资粮了，已经上师瑜伽当中，你已经吃地的，就是修到了这个二资粮圆满，所以就是色身和法身的两个都已经圆满了。那色身里面包含了报身和化身嘛，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概括和整个的上师瑜伽的可以达到的这个一个目标来，就是讲它的功德，不是必然的，每个人可以发生的。OK。